有些朋友大家好，福气来了，好好运通。玉美老师特别做动有精神的安尼，动热情的邀请乡亲朋友从玉美老师抢下来做运通。点头呢，迄动重要的，安尼人的压力啦、紧张啦、安尼烦恼啦，动多的东西就会开到呀，拢不自觉，拢唔知呀，唔多知的。我等到底下，我知道讲，哎呀，点头让我按高，点头让我冇办法听通的哈。当你打电脑啊，上班族啊，好做家事、拖炊啊、炒菜啊、做事情啊，木足一拔开来，一放松。无压嘅事就做唔得哈，故所今日玉美老师呢，用动简单的方式，按摩温暖安尼关节，安尼气脉哈，通关过节，就是安尼关节与腺体哈，故所关节动重要。今日呢，提个动作哈，动简单，玉美老师教大家哈，也系安尼搓掌来控用哦，但呢，任何时候都要搓1/3咯，唔好搓全部啊哈，慢慢的吸气，手打开来。好，你感觉手打开来，吐下去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，你感觉有人来呀，右手，有人来呀，左手，去到2片，延伸。好，我知道懂舒服。好，慢慢的呼气，数指不用都压肩头哈，数指不用都压肩头哈哦，然后你会感觉讲哦，压肩头是硬高的，也是轻松的。好，个吐气的时候，哦，然后手留到呀，手掌不用到呀，你手掌不用到呀，你抬头挺胸，好，个收下巴，好，慢慢的吸气的时候，手胸挡方，好，也按用拍打的方式哈，按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用按呢不用轻松的方式，有冇？按你看哈。手掌，哈，手腕、肩头，不用轻松，好，手掌、手腕、肩头，不用轻松。你看下按简单的动作，不过做起来呢，会温暖那个肩关节，非常的好。好，你可以右手做完，好，右手做完，好，右手做完以后，好，不用轻松，换左手。好，刚刚一开始2只手。你莫看按简单的动作啊，你做10度、20度、50度，那个肩头哈就会引来引神法。好，往上去的那手靠耳朵，好，那手靠耳朵延伸，好，可让不用卡来，从不用轻松，一横一松，好，单手做后张松手，好，下一个吸气，手给打开来，好，不用到前面来，那手哈有机械这个方向，好，一下手心朝上，不用到压肩头哈。好，压手唔好踢下来，踢大，好平行的，好伸直，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很多朋友有看到吗？玉美老师的手掌、手腕、手掌、肩头，唔可以有单数。你还看电视，有同玉美老师讲下做嘛？动简单哦，效果动好哦。玉美老师有动到学生啊，来瑜伽教室上课，好吐气不用享受弯片。玉美老师有动到学生来瑜伽教室上课啊，就同我讲，老师我有50件啊，我嘅都我嘅数啊哈，慢慢啦吐气不用享受。伊讲老师我嘅数哈，后背哈做带衫咩，然后做内衣啊哈，迄数就一数冇办法安尼。扣到后冇办法拿上来，就做得按嚟听听。结果佢做啊，搞佢按到嘅动作以後啊，個手哈往後扣就冇問題嘅，也係動重要嘅。好，也係第二嘅動作哈，第一係上下，第二係前後，第3吸氣，個打開來。好，你會發現，因為老師做瑜伽攏動享受，真係動感恩啦，而且身體健康，做得挺通。好，也數字都比我順暢了哈。左右哈，你看，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吐气，不用享受。好，你可以单数哦，你单数出去，你看手掌，哈，手腕、手肘、肩膀，手腕、手肘、肩膀，有冇？1、2、3、1、
2、3。人讲人的身体哈有9大关节咩，手老脚就3大关节是动重要的。人的内脏的气哈要透过手，人的内脏的气要透过手传达出去到末梢。好，故说人的手的个人动作动重要。故说安尼1、2、3，你可以单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够弯片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你们可以2片哦，左片、右片，左片、右片。硬汉天师，好，硬汉天师，你是硬做。所有的动作呢，可以温暖你的关节，温暖你的手肘关节、手腕关节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不用抢手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调息一下哦，慢慢的吸气，去感觉牙根头，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。因为也动态的动作，做嘛一秒老师会重复，因为佢动重要，嗰個要動簡單。好，最重要係個效果動好，然後我就知道也關節，嗰個肩頭小小的，好温暖也關節。好，聽呢啲動作咯，哈，用肩頭上下，咪用3個方向哈。慢慢吸氣的時候，右肩下來，右肩上來，左肩下去，提肩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不用按你唔拉哦，要沉下來。大概就按呢，肩頭就按呢，緊張啊、壓力啊、動作的累積囤積那個負擔出按呢。故說你就提醒自己用肩頭哈。好，然後往左片上，右片下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同情朋友按你唔拉哦，要沉下去。好，再看解到啊，吸氣。透氣，你做得多的話，你可以話，你試看，人義工做得不用到肩頭行嘛？我解釋咧，好，離一遠，義工離肩頭越遠，就表示人個肩頭越硬高。好，慢慢的頭拿轉來哦，吐氣，肩頭放鬆下沉。好，過來哦，吸氣上提，你提到呀，好感覺安尼，右片下去，左片上來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你試看壓肩頭，好，做得壓義工，不用到肩頭哈，壓片的肩頭呀，肩頭就會來到動開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不用鬆開來。好，單片做後嘢，你看輪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不用搶手。好，做後嘢，雙肩提上。下，好，你感覺吸氣，透氣，好，呼氣，不用向上，吸氣，有看到嗎？肩頭做按太弧度哦，好，吐氣，不用向上，好，聽到呀？接，好，上提下鬆，上提下鬆，好，慢慢的放鬆吐氣，好，然後呢，做上下的時候，過了前後哈，好，往前面也吐氣，關起來，也胸前也關起來，好，吸氣擴胸打開來，吐氣關起來，好，你手可以不用到也固定哈，吸氣，好，往左邊吐氣，吸氣，好，吐氣，吸氣，最後參與人家可以關用嘅咩？打開來。關起來，好，打開來，目睭可以塞起來，向數人做誒，打開來，讓胸脯打開來，好，吐氣，關起來，不用向上，好，個吸氣，打開來，好，吐氣，不用向上，你接着按呢，開合，好，打開來，不用向上，打開來，不用向上，好，吐氣。好，也係上下前後左右哈，過來改個哈，也隻動作嘅動強非常的重要。按到隻動作前面很暖身，慢慢的吸氣，你進入到一隻動作呢，對肩頭嘅旋轉，好，非常有幫助。好，吐氣，數下來，好，慢慢的
右手掌不用到左片，身体摸转过来啊，右手掌不用到左片，够慢慢的提上来，好旋转，带到后背，扩胸，带到后背，好放松下来，吐气，好慢慢的呼气，左片，挡风，好旋转，肩胛骨，好吐气。玉美老师都顺风蹦看了哈，你看哪里嘛？前面挡风，后背，来到后背，好不用强松，看下肩头呀，肩胛骨嘅有冇松来？好，慢慢的背靠，也背落有慢慢的按摩到，好慢慢的吐气，改到啊哈，慢慢的吸气，好慢好背靠吐气，你接着按你转，你爱肩头哈就会印来印神法。好，你按你向反方向哦，后背有冇？后背打开来，吸气，好吐气，不用享受。你动向数哦，因为你气血哈，你讲气脉循行而通关过节呀、关节迄所有的毒素啊，好累积囤积都给，我讲关节损员有冇？其实迄你气脉不通，好转来，吸气，不用享受。同样哦，一下玉美老师一片就唔是够说明了哈，带大家做来1，好不用强手，2，我记得咯，带到后背扩胸吐气，好前面吸气，好带到后背扩胸吐气，不用强手，好再来哦，你所有的专心嘛，所有的专注，全部要投入，好慢慢的吸气，好手不用开来。好，慢慢的哦，要胸脯就打开来啊，肩膀打开来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反方向哦，后背松来，吐气，不用强松。过来啊，吸气。好，慢慢的往上提。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松。改到啊哈，看后背，动吃眼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不用强松。好，吸气。再来吐气，好，单数做好了，让来双数做吸气，好吐气，数不用了呀，双数做了哈，吐气不用了呀，好前面，挡风，后背，下来，改到吐气前面，吸气，挡风，从眼尾开始来上来，好，慢慢的后背。后背吐气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反方向了哈。后背扩胸，上来吐气，好，改到啊，吸气，提上来，往上提，好，吐气，好，不用强松，好，吸气，好，再来吐气，好，不用了呀，透气去到诶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乡亲朋友真的好舒服，够懂感恩哈，有安尼动作，有瑜伽，好带给人的健康。乡亲朋友要记得咯，同玉美老师老人的分享，记得当夜做一啲咧，这也比什么个营养品还较好。好，今日的运动就到了，安子噻。